正月15就是元宵嘉义县的破主配田宫哦，有全台湾唯一清朝嘉庆皇帝允准会当比照皇宫举办的灯会展，嘛有200多档的历史咯。今年庙方布置大型的纸花甲灯光的设计，佮准备真侪高压灯哦，是闹热滚滚，做回来看卖。民众伫灯会头前来翕相，嘉义县破主配田宫为着要迎接15个元宵，除了布置高压灯，佮用灯会来增加庙前甲庙内的空间。 后来拜拜民众拢感觉真水。今年的外面装扮的都很漂亮，所以觉得很漂亮。感觉就是讲安尼真有迄个古典美啦，感觉互人有一个过年的气氛。破主配田宫表示，艺术灯会是全台湾唯一皇帝允准举办的灯会节。今年用火做主体，佮配合灯光，互民众亲像射花园。这个艺术灯花是为嘉庆君的时阵所想出王德禄，伊这个阿嫂，当初是灯会布置是伫咱北京的京城御花园，所以讲伊是以花做主体，然后当初是无电火，用咱的这蜡烛来甲显出这个御花园的漂亮甲景色。元宵来配田宫看灯会，这是嘉义县破主特有的文化。庙方表示，现代人拢真爱翕相，灯会布置逐档拢用尽心思设计，嘛希望这个有211档历史的灯会会当继续伫破主延续落去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。